上邀请我们今天的大来宾。哇，这位大来宾非常的资深，他暌违42年再度发行新的单曲，让我们掌声欢迎蚱蜢公主蓝如姐。兰姐有请，欢迎兰姐。大家好，姐好，兰姐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江华义。啊，这张专辑距离上一次42年。对，兰姐出道经历是这么长的时间是，40几年，可是你总共算起来专辑是发行了3张。 3张，一直拢无去度啦。有一天拄好在开讲吼，甲朋友开讲，我讲吼，我最遗憾的吼，就是吼，我一世人做歌星做50几年，唔捌一条歌去度过。结果阮朋友，我的朋友，伊就伫边仔讲，出啦，出啦，出歌，够出啦，够出一条，搁出一条哦，出个 hit 为止啊。嘿，我即马遮侪岁会当出歌吗？伊讲谁也袂使，开始找歌，找差不多1年，找到这首歌曲。这首歌曲是因为阮朋友感觉伊的歌词吼写了真好。当然这首歌吼，我个人啦吼，感觉有一点不太适合我。哦，为什么怎么讲呢？因为我咧唱歌拢是迄种吼比较男生的个性嘛。这首歌吼，伊是足温柔的，所以我录了的时候，我摕互所有朋友听，所有的朋友大家拢讲，你改变形象哦。哦，较上路哦。是。声听起来是袂歹听啦。所以我今天我希望我表演一下，让观众听看看这首歌好不好听。一定好听好感觉听啊到不同！款的兰姐的歌声。这个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个范本哈。要追求梦想，永远不嫌迟。没错哈没错。你想到就紧走，就是安尼啊。这首歌叫什么名？花开有限时。好，我们来掌声欢迎姐。守护真心需要偌细腻，搁再拄着嘛袂心碎。